OK，各位老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光頭啊。喺星河單題，如果剛需首選邊一隻護影，我推薦以下呢套嚟一齊睇樓。OK，呢個單位房產證面積一共係89方嘅，一共有3房2廳1衛1個廚房。業主裝修一共等咗10個 W，全屋採用咗現代簡約嘅裝修風格啊！佢話係拎包入住，鎖匙在手，可以隨時睇樓。OK，呢個單位仲可租可售啊！你有興趣嘅話，右手邊插支旗，後台私信我啦。咁係咁先啦，拜拜。